月中阳特别教路，台中太平区公所送寿桃、送礼金、送金锁片，予百岁人士将因留空间。其中有一位美丽阿公，生活正常，逐工伫咧厝运动，平常时爱写这个毛笔字，心情爽快度过每一天。这嘛是阿公长寿的秘诀。 太平区长替朱小敏老先生挂金锁片，同时送中央礼金甲敬老庄，中央节要到唔拿送上祝福嘛，关心这的老大人。在这个重阳节哈，我们特别也准备温馨的寿桃哈，祝我们每一位长者哈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 来到梅雷老先生的厝内，高龄100岁，梅老先生平常时生活拢真正常。伫疫情影响下，伫厝内嘛透过爬楼梯来运动，有用就写一寡毛笔字，这嘛成为这个老先生长寿的秘诀。这2年那个疫情严重，所以就在家里活动。那还好我们住的是透天的，所以1楼到3楼就上下运动啊，就可以维持这个脚力。 公所表示讲，太平区总共有18位百岁人士，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，因健康活到老已经是重要课题。公所今年嘛特别传寿桃来送给这老大人，祝福因寿比南山。